好多香港人最中意碌卡簽賬換里數免費去旅行，里數達人粒粒零只係當中嘅表表姐，試過用119萬里數換咗36套機票，今次就等佢教下大家最新嘅處里數攻略啦。真係要睇下你食得多唔多。如果你食得唔多嘅話呢，可能你都係用翻一啲冇限期嘅信用卡會方便啲。咁東亞就5蚊啦，渣打嗰張 Asia Miles 咧，佢食肆就4蚊一嚟嘅。張卡本身嘅積分就係冇限期啦。咁如果你真係食得好多嘅，咁就反而可以用翻匯豐嗰啲最紅獎賞嘅。低至3個幾，或者有時有啲 promo 做到咧，可以崩到個幾一厘都得嘅。如果你啱啱開始儲里數嘅話咧，咁就要諗翻自己嗰個生活習慣啦。譬如你會係食肆嗰方面用多啲嘅，超級市場會用多啲嘅，可能就揾翻啲適合嘅信用卡。不過咧，可能好頭痛嘅，因為你啱啱開始儲，咁就反而可能一張過東亞嘅 Red Smiles， 無論你嘅八達通增值或者普通嘅購物、網上購物、水電煤嗰啲繳費，全部咧都可以5蚊一厘積分換里數，係唔需要手續費。咁同埋有5年時間俾你試一試自己可以儲到幾多里數先咯。一般啲人就中意打電話去嘅，覺得快。不過佢條熱線就好難打嘅。但係我會提議咧，你最好 send email， 除非你好趕啊。send email 咧，佢一般7日內都會回覆㗎啦。咁你就寫清楚你去嘅地方。3萬里嘅話，你香港東京來回又係3萬里，但係你去2個停留點都係3萬里嘅，咁所以我哋梗係抵啲啦。咁所以香港去東京，東京去北海道，然之後北海道直航返香港咁樣計啦，都係3萬里嘅。另一個里數達人小詩 Facebook 有成4萬幾個 like， 佢認為大家除咗主流嘅亞洲萬里通計劃，仲有好多其他計劃選擇，所以佢提醒大家換里數有3大嘅事項要注意。譬如咧，如果你係想去短途嘅，譬如係日韓台呢啲咧，你就應該係儲翻 Avios 嘅，即係英航嗰個計劃。咁如果你想去長途嘅，例如係歐洲啊嗰啲，又或者係直頭想換 business 啊或者 first class 嘅機票咧，咁就應該係儲翻 Asia Miles。咁如果你係想換日本機票咧，就儲 ANA 啦。咁如果你係想去啲太平洋島國嘅，譬如波拉波拉嗰啲咧，咁你就要儲 United 嗰個 program 啦。第一步咧就應該係計下，我之後我會唔會有啲大額嘅消費啊？譬如我要換電話咁買 iPhone 啊，部 iPhone 其實都5、6千蚊噶啦嘛，咁你就可以開咗張新卡嚟食佢個迎新優惠。咁譬如擺個例子啦，咁6而家嗰張2列啫，其實你經朋友介紹一申請咧，你再簽5千蚊咧，其實就已經有10500里，即係你爭大約4500里咧，其實已經換到張台灣來回。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有大額嘅消費嘅時候咧，你開張新卡去簽咧，其實真係儲里數會好快。我發覺而家越嚟越係你去到 last minute 嗰下咧，佢啲位咧真係會放翻晒出嚟。即係譬如咧，你見8月嘅北海道咁樣咧，如果你7月換咧，8月咧係日日都有位，直航我講緊3萬里咧，其實係好容易換到嘅啫。因為可能而家廉航越嚟越興起啦，國泰機票一定係貴到傻噶嘛，咁所以根本就冇人搭。咁如果冇人搭嘅隻機吉咗出嚟嘅話，佢就會放翻啲位出嚟俾你換。係啊，真係可以執死雞。即係如果你係好容易請到假，好容易就係肯定有嘅。